投不了，走了，恰恰到嘞 ，yes， 这球有了，2000平飞安打，这一棒哇，科布边安打出现，所以恰恰破纪录了。 如果说我真的第1年到15年的球员生涯，当然每年改变不同。那时候我也没想到说我们职棒可以打到那么久，没有想到说后面的事情。我只要在这职业的生涯当中，我要留下我自己的记录，我只要能够打多少也算记录。我只知道说现在的球员是幸福的，因为球场给他们有太多设备，不管吃住啦，我认为照顾得非常好。那我们那个草创年代就是什么都自己来占的比较多啦。可是我们也没有怨天尤人，说我们过去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，不是。我们是想说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。比如说我们一代像慢慢的像李基美啊、吴富人这么慢慢退之后，林义珍当总教，下面都是陈瑞正啦、彭正明啦，就是2代像的。那你也要经过了3年4年的洗礼之后，才有更好的成绩啊。那这3年4年当中，我们也是开个玩笑，我们也是被人家讲啦，怎么样。可是他们会成长啊，所以一代这样子了。那当然现在是中信兄弟，我希望能够3代像，甚至4代像5代像，看能不能起来。大礼哦，恰恰彭正明轰第一个球在右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。那当然，刚开始恰恰那时候刚进来算是小毛头了，开个玩笑。我在教球，我当球队的老大哥的时候，他非常的谦虚，而且有心向学。我是打击教练，我有跟他讲说，恰恰，你要下场，你要先有手背。你打击再好，你没有手背，人家经过2场、3场之后，你打不好，你就要换人了。你一定要先有手背的位置。他说好。还没上场之前，他就说教练，你不是要让我下场？我说好，我要安排你下场。他本来就是那野点啊。后来呢，有一场球赛，我记得在新庄，我不晓得他还记不记得，我把他安排到那个右外野。结果那一场球赛，结果他漏掉了。开个玩笑，我又被老板叫过去说，恰恰怎么可以守到外野呢？啊，我说好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吞下去了。然后后来我也没有跟恰恰讲。然后那一场真的他漏接了，然后后来几场之后慢慢正常，好在开个玩笑，他有正常的表现，我心里就比较舒服了。慢慢的，因为陈志妍他们退了，蔡丰安他们退了，然后他专攻打击，就把他放到1垒这样子。这球打到了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球之后传1垒 ，nice play。因为他跟我的打法，就我个人来，我比较豪迈。我的个性啊，或者打球的那个态度不一样，他是非常的内敛，你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好跟坏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他们不会表现出来给你看，说我打好怎么样啦，讲话方面他非常的内敛。这个应该要有很多选手应该要朝这个目标来进行，而不是说因为毕竟职业选手，小孩子会学。过去我们来讲，当然我们比较幸运，就是说永不放弃嘛。比赛当中的时候，常常我们会在第7局、第8局把人家就是扳平啦，或者是说逆转胜啦。这个就是说常常来讲，我们兄弟队的精神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要传承。常常跟学弟他们来讲说，比赛还没结束之前，不知道输赢。就算你赢了10分，比赛第9局下半还能出局，还不知道。除非裁判喊比赛结束，这场球赛才是结束。那我们也常常跟他们讲说，打出去内野滚地球，内野手接到传1垒，裁判还没喊 out 之前，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他接到了没有说传球被失误，也有可能接球的会被失误，会。但是你跑到一半，你没有认真跑，1垒手接到掉下来，你还是出局。如果你认真跑 ，save。下一段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，
所以我常常告诫他们，就是我们迫切的兄弟队，所以球迷就说不要放弃，永不放弃，这个精神就是这样。当然也有怎么讲，真的输了没有话讲，可是在拼战的过程，我相信球迷要看的就是这一个。打第1球，这个球飞得很高，但是距离看起来不够远哦，在左半边遭到了林书义的接杀，比赛结束。中英兄弟在双重赛的第1战上演了一场逆转胜。这个球员来讲，就我个人来讲呢，真的应该算我们职业球员的表率。不会说大肆的鲜花啦，或是怎么样，言行举止啦，应该这个算是颁奖给他了，因为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棒球员。打安打的时候，我跟他恭喜，他刚好打2000，我刚好看电视，比完赛我就传给他说：“恰恰，你辛苦了。”他说：“老大，谢谢你。”这样子。目前为止，现在的棒球就如同你刚才讲说，现在都是强打者比较多，都差不多平均。那么你真的要站稳第4棒，你要相当大的能力，才有办法能够像恰哥这么稳的嘛？还在找吧，因为开个玩笑，第4棒兄弟的第4棒是一个指标嘛，没那么简单。所以这个要恰恰的这个能力了，他的功夫了，而且可以带动球队的气氛，带动球队的战力，这个有相当大的这个，他要好好的研究。应该来讲的话，他会比较会，就我个人来讲，他心理方面应该会做得很好，会鼓励球员这个方面。那当然，万一当了总教练，一定有打击教练啦、守备教练，那我们都可以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就变成分工合作、各司其职了嘛。然后我想在这个方面，应该他会再做这个心理方面的辅导，应该是对选手会更好才对。我相信他将来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，因为他毕竟面对的是他的这些教练团，教练团，你把你的心里的话、资讯呢告诉这些教练团，再从教练团直接受益到那个选手的话，是不是球队的整合，这个球队的气氛会融入更好？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。